叙述时间，叙述时间，叙述了拉巴的写巴的去过哇，时间了是那对策，当个做对策写巴来的哟。现在几点？现在了是那当到哇，几点了是那几了是那卡车的点了是那出车了过。现在几点了是那当到出车卡车的了是。现在2点，现在了是那当到哇，2点了是那出车女巴了过。现在2点了是那当到出车女巴了过。现在是5点1刻。现在是5点1刻。当到出车俺哇5点了是那出车俺了过。1刻了是那干嘛钟了过。我就能记15分钟来的，对的1刻来给能的记巴的。现在是5点1刻了是那，当到出车俺的干嘛钟的了是。现在差10分4点。现在差10分4点。大家老嘞，干嘛当到干嘛就给就是就把心着热了。当到差了是那2把拉把哇，当到等门狗当米狗了啦，我给点了过。OK， 现在是9点半。现在了是他那罗，是了是那这罗，9点了是那就是古巴罗，半了是那些个。现在是9点半了是那，等到就是古都些个来了。这个半的肯定那些个了不是当过就说。现在是9点半，也等于的就把的。现在是9点半了是那，等到就是古都些个。这个叫的你是在注意去拼贴弄一下的，给的拼你查出名的。还没到4点呢，还没到4点，还了是等多少？没到了是那来没把了，4点了是那就是许吧，当都就是许吧来没多了是，还没到4点呢。